喺呢台車同埋廣豐嗰台 BZ3X 上面咧，又睇到日本仔咧，終於係醒咗鬼。以前日本仔咧點都係高竇少少嘅，為中國市場做電動車都好，要攞翻自己嘅理解過嚟做，搞嗰啲咩 Ariya、BZ4X 啊啲咁嘅車過嚟，全部撲晒街，無一例外。中國市場而家咁捲，啲車價壓到咁低，預期你為咗中國市場特登開多條線，特登研發多一台電車出嚟，真係不如用嗰啲國內成熟供應商嘅技術，佢嘅供應鏈加翻啲自己嘅吞領、自己嘅理解，重新搞台車出嚟，啱中國市場嘅車咪仲好。畢竟日產啊、豐田、本田呢種車企，佢真正嘅大本營唔係中國市場，係北美啊、歐洲啊、本土啊呢啲咁嘅市場。你特登真係為中國開多條線，傾住太多資源喺上面做，分分鐘搞死你，你捲唔過呢邊嘅人。所以呢，貼牌車先係唯一嘅出路。而家豐田、日產轉咗軚啦，反而係本田分分鐘大鑊啊！呢次佢原型車就係逆派007嚟嘅，不過成個車架重新設計過，你睇個車頂線條就知啦。呢台佢唔係叫跑線條，佢就一台實釘嘅線條嚟嘅。同埋呢，逆派007係一台揭背車，呢台變翻傳統嘅3廂車，成個車架剛性呢，理論上係會好少少。不過除咗佢嘅車架剛性好之外呢，佢最大要考慮嘅因素係為咗車內嘅空間。呢個 A 柱係往前褪咗少少嘅，同埋呢 C 柱之後呢，成個線條呢扭得冇咁明顯，所以佢嘅車內空間呢就會優化得好好多嘅。呢張凳係以我身材為基準，褪一個比較靠後嘅坐姿。我而家嘅腳位呢，大概係1丈咁上下，夠闊嘅，冇問題嘅。加埋呢個係全並地度，就算我係坐喺中間嘅話呢，個頭依然唔會揩頂，都有大概係1指咁上下。冇問題嘅，我坐喺前排都感覺佢嘅坐姿喺同級裏面咧唔算係特別高嘅，原因就係成個頭位闊落咗，同步咧你啲車窗再拉高少少咧，你會感覺個人相對係會坐低啲嘅。最緊要嘅係呢台車佢嘅後排座椅嘅乘坐感受咧，可以講係呢個級別裏面我坐過最舒服嘅一台。佢唔單止係同電車嚟比，你同油車嚟比咧，呢個後排嘅座椅都係唔輸蝕嘅。首先咧就係個坐墊夠長啦，第二就係個高度係真係夠高，成個承托感係好好嘅。加埋呢張凳，佢嘅海綿啊係有嗰種支撐嘅，佢唔似大家印象中日產嗰種軟賴賴冇支撐嗰種感覺，佢冇嘅。加埋佢後排嗰張凳嘅係似翻啲 sofa 嗰種版型嘅。佢唔會話講究嗰種左右兩張凳之間嘅包裹性，佢係做到好似啲舊美國車嗰種感覺，就係大梳化咁。同埋咧，偷空間帶嚟嘅副作用咧，都係不可忽略嘅，就係成個車頂咧，佢係全景天幕，佢係冇嗰種天窗啊同埋遮陽簾嘅。隔熱方面，我覺得仲還 OK， 同 Camry 嗰台車差唔多。呢台頂背車仲有個特色就係前排座椅好鬼高科技，除咗啲加熱啊、通風啊同埋按摩之外咧，佢仲有一個 AI 識別你個人嘅身材，然之後咧通過按摩凳嗰啲氣袋啊嚟控制呢張坐墊每部分嘅嗰種填充。官方叫 AI 咩靈感座椅啊？呢張凳其實佢哋日產商城都有得賣嘅，俾你攞翻 office 用嘅。前不久啊，有人在網上艾特我，問這麼好的座椅能不能搬到辦公室用？我們的工程師還真安排了，專門打造了這張 AI 靈壓雲毯辦公椅，它是市面上唯一帶有 AI 自適應功能的辦公沙發，還加入了 N7同款的全身 SPA 級12點按摩功能，以及家用沙發非常少有的座椅通風加熱功能。這張辦公椅一次充電可連續使用5個小時，還可以用手機小程序進行遙控。我們的 AI 靈壓雲毯辦公椅目前的定價是9888元。
前面兩張街身就一皮大幾落本㗎。蔡生嘅感覺咧，佢就同後排座椅係兩種風格嚟嘅。咁前排座椅咧就係嗰種強調支撐性、強調嗰種對人體嘅嗰種貼合性嘅感覺。加埋咧，佢呢個側翼咧係可以收緊嘅。你喺劈彎嗰陣時咧，個側翼咧同步咧會箍你一下。再講翻套籠，呢套籠本身俾我感覺係算有啲驚喜。首先係材質嘅搭配方面比較講究啦，第二就係個做工，好明顯係感覺東風日產呢次用嘅供應商係比較好嘅，會發現啲做工啊、啲用料係比較細緻，冇嗰啲咩好粗械嘅感覺。而家晚上揸啦，仲有嗰種反射式氛圍燈，佢成個門板嗰度咧係有啲紋路嘅，個氛圍燈着在之後彈翻上去咧，有啲似嗰種水紋嘅感覺。加埋呢台頂配仲有個香薰，成件事 mix 起身咧，呢台車個籠嘅質感同埋舒適感，營造嗰種氛圍啊係可以嘅。呢台車全係配咗829P 嘅車機芯片，所以佢嘅 potential 啊嗰啲係冇問題。兩個 mon 嘅清晰度都好好。頂配車而家限時仲可以整個冰箱俾你。不過呢台車都有設計上嘅瑕疵。首先就係呢個軚盤個直徑比較大到咧會遮住少少個 mon。你似我呢個比較靠後嘅坐姿啦，佢都會遮到大概係1/6到1/5之間嘅區域。第二個咧就係呢個倒後鏡啦，個倒後鏡係比較細嘅，一個 iPhone 都塞得滿嘅。架車身又比較大，同時咧個倒後鏡鏡片嗰個曲率啊又唔夠大，所以你睇外圍啲車嗰陣時會比較辛苦。好多時候咧，你望後面你要望多2眼先會有信心去邊度。呢點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再講下開身嘅感覺啦。呢架車嘅 size 咧係5米鬆少少嘅 ，wheelbase 係2.9米以上，搭一個73度嘅電，擺埋人嘅話2噸多少少，咁一個 level 啦。配嘅頭轆電機係272馬力，所以佢嘅動力、佢嘅推重比擺喺而家嘅電動世界裏面啊，唔算係特別突出嗰一檔嘅，夠力，但係唔會話特別暴躁。之後佢嘅油門嘅 setting 啊，係比較似翻啲傳統嘅燃油車，唔會話即時俾到個動力俾你。但係咧，你每一腳嘅反應咧，佢嘅動力都係實實在在喺度做緊嘢嘅。個油門踏板同動力輸出嘅關聯性好好，線性夠準，感覺成台車嘅動力輸出有翻咁上下質感。佢轉向嘅調校亦都係咁嘅，唔係嗰種好強調精準嘅軚感，但係咧你每打一下咧，頭轆都會俾翻個 feedback 俾你，反應慢少少，但係咧係線性關聯嘅。個回軚力嘅增益、全速域都唔會好明顯。但係唔會輕得過分，有翻少少質感俾你，即係個阻力嘅綿密程度啊，係做得 OK 嘅，比較精緻。尾轆跟進嘅幅度唔係好快，頭尾之間個銜接都比較線性，但係明顯可以感覺到頭同尾之間佢唔係同時響應嘅，先係頭，然之後呢個尾慢慢跟進，開身呢唔係細車嘅感覺。佢唔會似而家啲車追求嗰種比較快嘅軚感、快比例嘅軚，同埋好快嘅車尾跟進。呢台車就係做翻佢自己，做翻嗰種老日產嗰種比較舒服、比較放鬆嘅嗰種駕駛氛圍咯。成件事 mix 起身咧，你開呢台車就唔想開快噶啦。然之後就係佢嘅避震嘅調校，完成度都幾高。佢對於嗰種井蓋啊、減速帶啊、啲爛嘅水泥路嘅過濾做得好徹底、好乾淨，前後嗰啲一致感都好好，唔會話頭尾軸之間嘅雷震分別係好大。過彎嗰陣時咧，因為電池壓車底啊嘛，所以佢嘅側傾都唔算係特別明顯嘅，主觀俾人嘅穩定感好好。但係喺一種情況之下，呢個底盤咧就會穿煲，就係有啲比較誇張嘅橋頭跳啊！你成台車唔收油咁鏟過去嗰陣時，個避震下墜嗰一下，佢係撐唔住嘅，所以你坐喺後排啲人咧都好容易撞到頭頂，你就要注意一下。屈屌你啊！
咁閪深個坑，屈屌！但係佢濾得都可以，單靠呢種機械避震做到咁嘅效果都係唔錯。仲有佢嘅避震嘅噪音唔明顯，你行唔同啲攔路之下咧，感覺唔到嗰啲撞塔頂嗰種聲。佢嘅避震工作咧係比較靜同埋比較順滑，呢點都可以。成台車嘅 MVH 水準做得都 OK， 對於環境噪音嘅隔絕好好，路噪亦都唔大。你行嗰啲唔同粗械度嘅路面之間咧，個噪音嘅增益唔會好大嘅呢架車。同埋呢個電耗真係 OK 嘅喎，實標嚟嘅喎。如果你唔係揸得好激烈嘅話，就係比較輕柔咁揸嘅話，都可以做到1:1嘅續航達成率。OK 啦，11萬幾到15萬幾有台咁嘅電車，小鵬 Mona M03啊，咩 Ion 嗰啲都好危險啊！你好，日產。點樣啊？我好撚熱啊！我好撚熱啊！你可以講，打開語音幫助嚟睇睇我識做乜嘢。我好熱啊！主駕空調溫度調低了。嗱，睇到未？咩叫做世界級嘅大廠？呢啲就叫世界級嘅大廠。佢知道啲老港平時講嘢咧，經常用啲語氣詞。佢為咗老港咧，平時少講啲語氣詞啊，特登屏蔽你啊，扮聽唔明啊，咁樣創建文明社會。呢個就係世界級大廠、世界級車企。作為一個企業本身要有社會責任感一種體驗。你哋話係咪咧？